台语甲文化也会当运用伫新竹市顶头哦。伫网络顶头就一个用传统布袋戏来演戏，内容是教咱生活当中的科学，用短短影片开破生活科学，有影是真趣味，咱也做伙来看。大家会记哦，现在咱台湾啊，公共电视有一个台语台的部分，内容啊非常的精彩。伊是 Smart 台语练档无稀奇，有法度用台语讲科学，这是伊厉害的所在。今仔日的故事是关于一个古早关联术。有一个专门讲科学的网站，用简单的方式，希望让大众了解伫生活的各种科学，尤其民间传说，有当时啊，会当用科学的角度来解说。足侪人认为，迄款的题材，主题是甲科学无关哦，毋是科学是无迄个能力去解释，但是事实上，阮会使用科学去解释。用布袋戏加上科学角度来开破古早传说甲民间科技的神秘气氛，毋过看过去真无共款的剧本，敢若是布袋戏服装，都互头手真伤脑筋。所以这人啊，伊个囡仔佫有法术，伫传统内底真罕有即款角色啦。因为即个听到要做即个科学物件，我嘛真好奇讲要安来做。吼，因为咱知影科学真侪物件是专有名词的部分，而且伊佫特别要求讲即个全部拢要讲台语，吼，所以这造成阮一个挑战。科学、台语、布袋戏这三种全然无共的元素合做伙，推广生活科学，其实嘛是望会当保留咱家己的传统文化。阮感觉布袋戏是阮非常介意的一款表演的方式啊。但是即马大家对布袋戏遐气氛，所以阮希望会使结合这两款表演的形式。将本地困难复杂的科学，用简单的原理甲大家讲，嘛伫种植无共的语言科学知识中加入台语，互语言知识拢会当多元流通。记者杨淑静、林坤明台北报道。